Hello， 各位好。嗱，早前同大家講，我係嚟緊10月中會去廣州圓玄道觀為善信祈福同埋還神嘅。咁而家定咗日子啦，咁就係嚟緊嘅11號嚇，我就會去圓玄道觀。咁而由於反應非常之熱烈，咁我唯有截止啦。今日要截止，因為人手有限啊。咁就今日8號嚇凌晨之前，咁就會截止報名。咁而報咗名嘅朋友仔就聽日9號或之前，咁就入錢作準。而今次咧，我亦都會順道咧帶翻一啲之前喺直播帶貨曾經出過嘅產品，一啲信物好似呢啲手繩咁樣嗱，金色、紅色、黑色，咁分別咧就係財運啦、桃花人緣啦，同埋驅邪治病嘅。咁我會喺圓玄道觀嘅有關嘅神祇面前再過一過香火，去加強佢嘅靈力。好啦，咁唔想戴手咁點啊？咁放心嗱，咁仲有呢啲錦囊呢啲錦囊包括咧招財開運姻緣健康嗰啲啦咁呢啲錦囊咧就可以袋喺身啦，或者掛喺車度都得嘅掛喺手袋度都得。再者，仲有一個可以擺喺屋企嘅，就一個呢個錢袋嚟㗎可以入錢落去擺喺你屋企嘅流年財位，又或者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個人財位的話你擺喺你嘅個人財位，絕對係對你嘅財運有幫助嘅。呢全部都會帶埋上去廣州圓玄道觀喺有關嘅神祇面前過香火。到時我翻嚟嘅時候，大家可以聯絡我去請呢啲信物。多謝各位。